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基来咯。今日的来宾一定係貼片哦，用版的貼片呢，佢本身啊木做唔好嘛吼，但係呢，佢行喺一定的失望，努力去學習哦，最年考到嘅藍帶豐沛時有嘅豐沛出招哦，佢嘅作品係用版的精彩，佢有用版的故事呢，人哋今日嚟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馬上嚟歡迎今日的來賓李幼聰，幼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李幼聰。哇，非常幼聰嚟到節目裡邊，人家嘅銷量一定係好呢。冇講嘅話，其實大家應該看唔出來，人家嘅木做個木嘛好。幼聰，快啲要請教一下，你自家本身係讀一個豐沛啦，又係講餐飲相關嘅課內嗎？我是讀餐飲管理系，對，然後後面才會轉成，因為喜歡烘焙，然後才慢慢的靠近烘焙這個產業。哦，原來咁呢，乜嘅原因本？幼聰，你自家嘅聽講最明顯現在做一個豐沛來做一個甜點呢？烘焙我覺得跟麵粉，然後跟奶油比較相處得比較愉快，然後跟那些西餐啊或中餐的那種感覺不太一樣，然後我比較喜歡跟麵粉奶油或是一些比較精緻的甜點，然後跟它的相處比較愉快一點，然後做法比較細緻一點，然後所以才喜歡烘焙這邊。哦。按你講起來，其實係唔知喺個性上講來係一個比較溫柔個細緻的人呢。我覺得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因為本身比較喜歡一些藝術類，然後音樂性方面的世界，然後我也喜歡去創造，然後跟做一些小零件、小東西，然後把它做得很精緻那種感覺。所以我覺得在餐飲的過程中，我覺得烘焙比較適合我。你唔知㗎，因為身體嘅關係吼，你在後續的過程之中啊，會唔會讀到講其實會有一些壓力啊、挑戰呀等嘅事情呢？會，像我的視力，大家其實看不出來，我的視力是我是有先天的弱視，然後近視，然後還有色盲，對，我是看不到顏色的。然後我的視力其實正常人一般來講，我只能看到0.1的部分，所以我其實是不能考駕照，然後其實是不能開車跟騎車，因為我的視力其實我看大家都是模糊的，對，所以很多時候是用感官去用摸索的方式去探索這個世界。你眼人當地講吼，豐沛也做作品來講，用手去染，有各種的顏色，你可以用辦去克服講，你看冇嘛多一些事情，就完成你的作品。對，像我們就會很常去知道烘焙它的做法，因為它是手感烘焙的部分，所以它很多時候需要用到手。那我就會用很多的時間去熟悉製作過程，然後去反覆的去製作，然後去揉它，然後所以才會很多時候就靠感覺，用觸覺去替代我的視覺的部分。你練到後邊，係咪從人家嘅職人運用，捏一個麵團烘嚟，捏啦，假如提供一種就多重啦，然後這樣子是不是我需要？係按呢嗎？是，就像我之前在學調酒的時候也是一樣，在倒酒的時候，其實我們很難去看到那個刻度是多少，所以那時候我就是用讀秒的，就是算時間，然後它3秒就是大概是30cc，然後4秒就是40cc，大概是這樣的部分去用其他的感官去克服我視力的部分。雙方來係一定的樂觀的構想啊，孫生也是講，做了這樣子的之後，其實也幫助講，這個可以排解，這個 update 去做這些挑戰。那繼續來請教一下嘅幼聰講，作為你豐沛時，學習都可以出師一段路，大概行嘅1久啊？大概3年到5年左右的時間，因為前面的時間在學校有學過一些簡單的烘焙，那到我真的想要踏入甜點這個領域的時候，其實花了3年的時間去精進甜點這一塊。不過已經做到可以出師嘅，已經算是 OK 了。那起碼跟人本唔相講，可以考一個所謂的藍帶豐沛史。其實大家都知道那個法國是甜點的起源地，那其實它也蠻精緻的，然後也是歷史最悠久的。那其實台灣在教學的部分比較受到是傳統的烘焙產業的部分，所以台灣常常吃到的烘焙產品，比如說像是菠蘿麵包，然後像是紅豆麵包或是克里姆麵包這一種簡單的或是市售常見的這些簡單的烘焙產品。那當我想要把我的作品做得更精緻啊、更細緻的時候，我就需要去向國外去學習一些比較精緻的技術。那時候剛好藍帶剛好在台灣的
高雄有设立那个分校，那我就去里面去就读去学习，然后学它完整的一整个从基础到高阶的一个完整的课程，然后才去慢慢把这个烘焙技术提升到一个层次。既然去考过有一个蓝带的资格咧，係唔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講，到底乜嘅係藍帶資格，佢學嘅東西同人哋一般的烘焙有乜嘅冇相同？其实我们一般的烘焙比较偏向台式跟日式的烘焙的产品，它其实就是主要它的作品不太一样。那通常的技法会有一点落差。那蓝带它的起源，它因为是来自于法国，那所以它的比如说它的食材，然后它的那个技法都会比较偏向欧西一点。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像覆盆子在法国就是很常用到的一个食材，那台湾可能会用葡萄或是草莓去做替代，那法国那边就会很常用到覆盆子这种食材去做甜点，那我们调味逻辑啊跟制作方式就会落差非常大。那因为法国它的甜点基础也比较久，那所以它在甜点的精致度上或是它的创意上会比较多元一些，我们就可以去学习它的一些比较不同的技法，然后去创造出甜点有更多的可能跟作品。就等于讲，蓝帶有個自己給個培訓的時間，它的觀念係個靠向歐洲要偏呢。是。按我們一般的學習，它可能都偏講日式傳統的樣子嘅部分。比較亞洲的風格這樣子。對。不過到時節，你能跟藍帶的自己啦，喺考試的時間，佢到底係考乜嘅？要有什麼樣子的標準，才能擁有這個藍帶資格？它其實就是一個認證的一個課程，那我們就是從初級，然後中級跟高級這樣去慢慢的去畢業藍帶的這整個完整的課程。那每一個級別上完之後會有一堂測驗，你測驗過之後才可以上中級，然後中級有一個測驗，測驗完之後你才可以上高級，那高級測驗完之後你才可以順利畢業拿到那一張證書這樣子。初級的初級係考嘅，用版去考嘅，做出一個法國麵包啦，亞種嘛，還有其他的一個標準。對，其實我們初中高級都是去考一個作品，你就要去完成一個作品，但是難度不太一樣。像我那時候初級就是考一個比較簡單的慕斯蛋糕，然後你就去把它做出來。那可能中級跟高級我們做法不一樣，可能去更難的一個技術，就比如說我們去拉糖啊，或是做巧克力的裝飾品，然後去把它的藍帶或是法國那邊流傳比較久遠的這個烘焙技術或是甜點的這個技法，我們去把它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教學跟延伸，然後我們要去學到這個技術之後，它才會核准說你可以有這個技術，然後才會頒這個證書給你。還記得講替拜考試的時間，那個時候會不會就很緊張啊，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想法？第一次考試，畢竟人嘅夢主公唔好，可能在考試的時候又會比別的同學可能來會吃力啊，也會用。會，因為其實我眼睛也蠻怕光的，所以只要在光線太充足的情況之下，其實對我來講視力也是蠻模糊的。那因為我覺得還好，是因為我在上這課程的過程中，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是上3個月左右。那3個月其實你對這個廚房啊，對這個製作環境也蠻熟悉了，所以其實在現場考試，我已經知道說方位在哪裡，然後路線，然後動線我都比較熟悉的情況之下，就不會這麼吃力。但是如果你說我去陌生的環境去考試的話，我可能就會停在那邊很久，或是或摸索一段時間很久，都沒辦法操作這樣子。安尼有錯，這個家庭行一條烘焙路的時間啊，路卡你的家人或者是一些對你比較好的朋友，給人的看法係乜嘅？像家人，我覺得家人比較支持我，就是因為他們是從小陪我長大的，所以他很清楚我的狀況。但是我一旦出去學，比如說去上這個藍帶課程，或是在職場工作的時候，面對的是不了解我這個狀況的同事或是同學，那我必須跟他們解釋說我的眼睛大概是什麼狀況。那其實同學跟同儕都還蠻不錯，都會去理解我的狀況，然後都會cover 我一些事情，然後或是會帶我去做一些補足一些我的部分，或是給我一些協助。我舉個比較
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因为我是色盲嘛，那我是看不到颜色，所以我只能分出深浅的颜色。那其实甜点中有蛮多地方是需要你去调色啊，或是去拿东西的。然后比如说可可粉跟抹茶粉，它就是两种都长得像粉类，但是我会分不出到底是哪一个是绿色，哪一个是咖啡色。那我就很常会拿错。那这个时候同才在我身边扮演就很重要的角色，他就可以跟我说那个是抹茶粉，那个是可可粉，这样我就拿错东西就比较不会这么频繁，然后就会记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只要知道第一次这边是放抹茶，这边是放可可的话，那我就会记位置，那我就下次就不用问别人。观众朋友，幼虫的故事真是本人鬼感动呢。你看佢这个身体的关系，看佢行喺暗山嘛，本佢可以去努力克服佢遇到的问题，但係佢做出来的作品，真是當晚精彩哦！故說大家莫走開哦，CB 茶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有從佢暗山網考到一個南大烘焙師的資格之後，到底係喺上班，本人請也係自家創業呢？有個問題，我哋好好來請教一下有從吧。有從，你這麼辛苦都去學習到了這些，然後得到這個資格，後期你還有去先上班，就是跟人家去上班啊，或給人家請，還是說你自己都先着工來創業開店一件事情？餐飲系畢業之後，我一開始就先找咖啡廳的工作，因為那時候對餐飲有一個熱忱，然後想去做餐飲相關的行業，但是那時候還沒有定調說我還要最喜歡的是哪一個領域，我就每個領域都去嘗試，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做咖啡廳的咖啡師，然後轉成調酒師，然後又轉去中餐，然後又轉去西餐，然後最後還跑去飯店裡面做，然後就是跑完了一圈之後，才發現我好像最喜歡的是烘焙這個產業。那所以我做完一輪之後，我才發現說，其實前面的經驗對我做烘焙的部分，其實都是有幫助，都有相輔相成的。比如說，我學過調酒，然後所以我有時候在設計烘焙上的口味或是甜點的口味之後，就會用調酒的那個技巧或是它的邏輯去設計，所有的甜點的風味就會比較多元一點，然後就比較創新一些這樣子。經過安尼之後，起碼嘅人本人想講，我可以自家來開店來創業一件事情。在我職場上待了一段時間，我其實在職場上總共待了快8年的時間。那8年期間，因為餐飲業很多都是基層的工作嘛，那我慢慢要從餐飲業慢慢爬上管理階層的時候，就會受到一些阻礙，就是受到我身體上面缺陷的阻礙，因為大家會覺得說，我自己的身體狀況可能很難適應到更高的職務或是更高的技術，所以對我來講就會我有點升不上去或走不上去，然後那時候我才想說，我這麼喜歡餐飲，但是我又沒辦法往上爬的時候，那我可能只能選擇自己創業，所以那個時候我才動念想說，那我就進入藍帶，然後把我的就是把我的學習學得更專精，然後把我的喜歡的這個技術發揮得更透徹，然後學完藍帶之後，畢業之後，我就想說，那我就來創業看看，然後才開始了我的一個甜點品牌的誕生，這樣子。原來頭先還冇講到有曲曲折折按到，其實都會按嚟鋪陳到你後續係嚟考到嘅藍帶資格之後，這樣來開店嘛。那開店這條路對你來講算是有很大的挑戰嗎？開店這件事情，你感覺有困難嗎？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講都非常難，對我來講就是更難的部分。因為開店其實不見得你只是要會做就能開店，其實開店下去之後，你才發現技術只是佔冰山一角而已。你還要學會怎麼去管人事啊，然後怎麼去守法規，然後很多的眉眉角角，然後都要去知道說哪一個步驟，哪一個層面你都要去顧及到，然後就變成說我要學的東西又更廣更多，所以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適應我未來要學習的方向跟步驟。
啊，你这个更加身上做的一个五色的衫服，是你们店的制服嘛？对，这个是我们的制服，就是这么 logo，然后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嘿，啊，你有从你们这个 logo 啊，同样的店名，你们这是个黑马个想法之下，好定调这个 logo 同样的店名的呀？其实我们 logo 是结合它有点像猫头鹰的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的这个袜的店，它是结合猫头鹰去做它的吉祥物去做设计的。那为什么会选择猫头鹰？就是因为也是跟视力有关系。我在2岁的时候很喜欢看绘本，然后或是故事书，但是那时候2岁的时候，家人还没有发现我近视，那所以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我看书看得很近。然后一天到晚都是抱着很大的一本书这样看，然后大家觉得然后家人就觉得说好像我有近视了，然后才帮我去配一个很大的那个眼镜。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在2岁的那个时期没有儿童眼镜，只有成人的眼镜，所以看起来我的眼睛就特别大。那亲友跟家人都觉得说我好像猫头鹰。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我都创了这个甜点品牌了，那我就把我的猫头鹰结合这个 logo 的这个意象去做结合。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哇？就是因为其实我进入甜点会喜欢甜点，原因是因为我也是看到我很惊艳的甜点会发出那种哇的感觉。我就觉得说我也向往自己能做出让别人惊艳的这种作品。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品牌叫做哇的店。也个按你讲啊，都挺有感觉的，因为看到根本你带过来按到的作品，其实俺们第一眼看到的时间。真是哇哦，完全唔像俺们一般看得到的个胖啊、面包安尼形式。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根本你用带模型过来，来到现场，嗰时候我更加难得已经收嘅到入边咧。那顺晒，有种，根本你带过来一条的作品啊，係你这个本身店方的主打商品嘛？主打商品的部分主要是可颂的部分，就像我们的很多的可颂，我们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在上面做了蛮多的颜色跟线条的变化，然后造型我们也是想说每年都出1-2款新的造型，然后延续这个可颂的热度。因为我觉得卖可颂的人蛮多的，然后如果我没有一些特殊的市场的特别的之处，那我很难在这个部分去凸显我的亮点，所以我就把颜色啊，然后跟造型做一点设计，然后让它变得比较丰富、比较缤纷。安尼有种啊，看到人家可颂同人家毛孔啊，几块太粒，很大一颗，而且蛋糕按到的毛孔的色色，唔可以抢，同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根本你带过来，那这些不同的颜色个别代表了某个口味啦，也讲有某个意义，好不好？是因为就像我自己是色盲嘛，所以为什么会有线条？因为线条跟颜色比较没有关系，我就可以知道这个线条的排列程序它是什么口味，我就不用依照颜色去区分它的口味，我只要知道线条长什么样子，它就是那个口味的线条。嗰时候讲也个係唔知解摩斯密码，但講一條線也都啲，也個係某個雷蒙的啦，某個咖啡的啦。是。你看到的T 的強的比較深的綠色的那一個，係某個口味啊。它这是抹茶口味我们是用抹茶粉啊、菠菜粉去做外皮的调色，然后里面是加入了那个日本的那个抹茶粉，然后去把它做成跟巧克力做结合，然后把它融合成馅料，所以它吃起来的抹茶风味会蛮浓郁的。係我眼嗰度啲抹茶，你帶下也有咧，也係橙色，底下也是一個綠色的，那個也是抹茶嗎？還是它有加的偏的口味？下面那个绿色的，它有条纹的部分，它就是柠檬口味的，就是做个比较特别的区分。因为它是柠檬优格，所以我想说绿色跟白色去做混合的这种线条的呈现。你等一下，顺后优薯片有两个，同样都是五色的，一个是全黑，一个是有线条的。全黑的它是黑糖玛吉对，它里面是那个黑糖跟玛吉，因为它是黑色，我就想说用黑色比较能代表黑糖的部分。当然唔係啊，應該講黑糖同嘅起白麻吉的部分，應該是上面那個黑白相間的那一個啊，你怎麼是全黑的，是黑糖的？因為上面的我會把它做成另外一個顏色的造型，它是咖啡的口味。對，我看啲咖啡嘛，黑色啊，加上像那個鮮奶油那樣子，對，泡色的。真是當蠻會上呢。你除了可頌之外，順後還有看到的咧，啾啾那個也很漂亮的。也個黑毛嘅喏，它也是可頌，
它只是造型可颂，这个也是从国外流行回来的新的造型。那我们就是发现台湾的小女生啊，或是一些比较梦幻的这些比较喜欢梦幻的这些人客群，他们会很喜欢这种特殊造型的可颂。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特殊造型可颂上的变化，像我们有很多种是依据季节，然后依据节庆会有不同设计不同造型。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大家都喜欢更不一样、更特别的东西。不过讲到也讲啊，其实空空的可以讲，但是食空的米西也跟米头都太好唔好，我们还是要尝一尝才知道。是哦，拄到好，有从今天带来一个野龟贴的咧，我看到有个粉粉的，又泡泡的，上面还有撒了花瓣，这个跟花一定有关系，懂吗？按你来送过来先都带给黑马跟米头好吗？是。闻起来很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口味呢？可以咬一口吃吃看。我忘了，送过来先。是烘焙，用来讲，有失败像草莓，但是真的不是草莓的味道，甜甜，底部你看它个有粉粉，有抹草莓的米稀，我想不起来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子可以做成。有种你还可以跟我解答一下，我也可以多带黑马给口米好吗？是，你们要不要猜一下，如果跟红红的又是跟花有关系的，大概是什么花呢？粉粉，对，该不会是跟玫瑰吧？对，它就是玫瑰花瓣的可颂。我们可以吃更大口一点，然后把里面的馅料吃看，它里面会吃到完整的玫瑰花瓣，能够吃到很浓郁的玫瑰的香气。哎呦，你应该是你继续交给一个面包，你继续介绍哈。是，我们的那个面包其实里面还有用了2种以上的不同的玫瑰，就像面粉，我们是和了大马士革的玫瑰，然后面包里面包的可颂里面包的是那一种糖制的玫瑰花瓣。那它的玫瑰花瓣就来自屏东的大花农场，对，我们就用新鲜的花瓣下去做糖制，让它的玫瑰层次有更不同的提升。有啦，有从按你讲到底，也是大口一点，底部你看得到个底部啊，同个馅料哦，吃下去整个玫瑰花的那个蜜头都出来耶。哦，原来是我刚刚太秀气，咬得太小口了。是，豪迈一点吃会非常丰富。听你这时间，都看得到底部有冇？它其实里面这个玫瑰花瓣，你牙给啊都在底部，就真的是吃得到它的玫瑰香气。真是大蛮厉害呢。观众朋友，没想到啊，真是又从一个面包，好滚又好食的呢。当然还有更多精彩面包同作品。休息一下 ，CB 上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吃到的有从做的好看又好吃的可颂之外，其他还有按精彩面包，继续来抢有从同人的小介一下吧。有唱接下来呢，按好吃又很好看的面包之外，还有其他什么精彩的作品吗？有的，像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有设计一款达摩造型的可颂，就是这边。对，它是象征日本那种吉祥物的那个不倒翁的造型，然后它很适合在农历新年出现，所以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就设计这款造型的可颂，然后它是红豆麻吉口味的。对。我说其他现在都是日本的个达摩嘛，我说日本人其实达摩迄种节庆的时节啊，也係講有特別喜事的時候才會用到的，錯嗎？是，它也代表吉祥，然后跟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它也蛮适合放在我们可颂上面。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可颂在不同的节庆啊、不同的季节都会发展出不同的造型跟形状，然后想说让消费者有更多不同的仪式感跟新鲜感，维持它们。有从我请教一下哦，我印象底度啊，可颂那种面包，迄咩講叫鬼天講一定要有多少层它才算是合格？有按哪一个公分吗？其实法国那边没有很严明的规定说可颂一定要是几层才叫可颂，但是可颂的广义来讲，它就是一层奶油、一层面粉、一层奶油、一层面粉，只要它是那种吃起来是有层次，然后有那种酥脆口感的风味，或是这种造型的面包，我们都把它俗称为它是可颂类别的面包这样子。你们这个店方有这样的规定吗？因为我这么个按人问迄个，我调到是人家可颂底部的时间，我发现到底部
其实咬下去的时候有几多的层次，底部一层一层，感觉好像有很多层。那你们自己有算过，你们的可颂底部有一多层吗？我们的可颂其实没有特别要求它有几层，但是我们固定都是9层以上，9层到25层左右。对。哦，原来安尼。不过可颂一般的造型已经算归有一个挑战性的嘛。你们做造型可颂来讲，最困难的部分是哪？我们一般可颂其实要做成一般造型，做成特殊造型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对，因为它的膨胀啊的感觉，然后跟一般面包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层次嘛，所以它可能会更炸裂，或是更膨胀的更高、更宽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设计它的形状或是在它外形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小心或特别的细致。你只要差一两公分，或是差0.5、1咪咪，它都会影响它最后的成品的呈现跟形状。所以我们在算它的膨胀系数的时候，就要很精细的去抓它的那个精准度，它的最后的成型烤出来的成品才会是我们要的，才会是好看的。因为用安尼讲，头都安尼讲的时候，我里面也给迄初级，给迄中级，也都迄中高级，给也做成这种造型，真的是挺难想象一件事情呢。哦，但蛮厉害啊！除了安尼特殊的可颂之外，还看到一个亲像迄蛋糕，系咪？对，头先也这个其实是蛋糕。哦，给蛋糕是。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蛋糕怎么做成这样子啊？它其实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学蓝带的时候，最主要核心就是学这种技术。它是属于那种精致的多层次的精致蛋糕。对。那法国他们因为甜点的历史比较悠久，所以他们对这一行特别的在行。虽然会把甜点这个蛋糕，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说黑森林蛋糕、提拉米苏，他们会把这些我们常看到的这些蛋糕，把它做成非常精致。然后非常的造型会非常的特别，那所以蓝带他们就是发展这个技术为他们的核心。那我在学这些技术的时候，也把它运用到我们店里面的产品。我也希望消费者在我们店用餐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么多精致的蛋糕。像这颗时钟它就是以巧克力、杏仁跟焦糖去制作的。那像这个冰山啊，跟那个竹子，就是分别就是巧克力跟那个抹茶口味。我们就把它做成不一样的造型，然后跟质感，然后像冰山的话，可能就是冬天会出现的。那竹子我们就是依照季节，然后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甜点上去。我们在每个季节都会出不同的甜点跟造型。对。当迄个除了迄鸡卵糕之外，人家量诶，是不是你偷懒将那个橄榄同个雷蒙直接不用送去，是不是就这样子？我也很希望它是这么简单。难道不是吗？不是，它是我们也是甜点的另外一个技法，它是用仿真的技术去做这颗甜点。它里面其实也是多层次的，中间等一下我们切开之后，它会有内馅。然后旁边会有一层慕斯，然后外层这一圈就是巧克力。你看看外面那一层有点像水果质地的那一种柑橘质地的那种外皮，那其实都是巧克力做出来的质感。用巧克力在做其他外观哦。对，是的。你其他个颜色哦，你们那个颜色这么像，还用喷的嘞，也还用手工涂上去呀？是用喷的。对，喷的时候才会有那个质感跟那个色泽才会晕开，它才会比较像真的柠檬的感觉，或是橘子。但蛮厉害呢，冇想到你们这个除了做做后事之外，甚至还要去学习美术，对不对？连喷都会喷得很香。是。你要给鸡卵糕底部，这个你刚刚哪一种类型的最难做、最有挑战性的？是这个吗？那个外形仿真的，也要讲创意这种。其实这种小蛋糕，我们制作时间都至少要3天左右。等一下，一般的鸡卵糕这样几点总会可能都做得了，为什么这个要做到3天？因为我们要分很多种材料去制作，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像因为我们切开来讲，里面会有很多的层次，然后很多的层次上面的话，我们就会这个层次要先冷冻之后，它定型之后才能去包下一个层次。那算层层包起来之后，它的时间大概就是2到3天左右，然后最后才去做装饰，然后它的工法跟复杂度就会提升很多，但是最终的成果就是让大家觉得它好看，然后层次又好，然后口感又不错，这是我们想要最后提供给客人或是消费者的感觉。像我们那种夫妻式的都
无法度想象到哦，原来一个作品，一个面包，一个鸡卵糕可以做到3年以上，才可以完成。按你中间给张细细的个盒的那个铁盒子里面的，应该就是你能为了做出来的那个模型吧，放在店里面摆饰用的，怎么？还是可以吃的啊，对呀。你还讲盒的可以吃，也还讲盒的底部也可以吃，里面的东西可以吃。那讲到像你连盒的都做暗熊熊，然后跟我说那个是巧克力，可以拿起来吃，我就真的要来试试看了。我其实也做得出来。等一下，底部给可颂，那是可颂吧？它是可颂，它是我们做成迷你。我有一次不知道在网络上还是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就是有人做小可颂，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喜欢特别小的东西，都喜欢把很多东西做成特别小，大家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也是我们也把我们可颂缩成这么小，然后把它烘成那个饼干的口感，然后发现大家好喜欢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可颂脆脆的部分。哇，真是鬼厉害！你发其实，有同学想强调一下哦，你们店方除了给你带过来一个之外，还有什么样子是个特别的产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在店里面，因为我们有实体店面，那其实我们对外是主打是可颂，那其实我们内用的部分呢，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咖啡师跟调酒师，那所以我们内用的饮品也是有参照这些我过往的经验，因为菜单都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那就是有特别的饮品跟特别的造型，然后让大家觉得说里面的用餐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店里面吃的话，会感觉到除了可颂之外，我们的甜点跟饮品都蛮有特色的。反正讲你们5年店方对踏进去开始，看到的、吃到的同啉的，反正就是5年店方的 logo 的名的，哇，我都做给啦，对不对？对，我都是以这个核心理念去对我的产品去做设计，就希望大家也有一样的感觉。有种除了这个喺店方做也就会制作啦、贩售之外，韩国还会同 Noble 去合作，就是会去跟外面做一些交流跟合作。这个本身有同那条单位合作过，比较有印象的呢。有啊，像客家文化园区这边做合作，我们帮他做了一个活动的产品，叫做客家麻糬的可颂。我们把客家麻糬融到我们可颂里面去，然后做这个活动的特色产品去提供。同时这个喺做一个客家的糍粑的口面的可颂的时节啦，还用哪个方向去构想一个面包的呢？就因为我之前我爷爷是客家人，所以他以前很喜欢吃那个客家的麻糬糍粑对，糍粑，然后他就会那是我以前小时候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适合放在可颂里面，我觉得吃起来也有不同的感觉，就大量的芝麻、花生，然后跟麻糬，然后去做搭配，然后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我觉得吃起来口感还不错，所以就把这个部分融入到我们的那时候的合作的客家可颂里面，然后我觉得大家的反应效果也都还蛮不错的。系啊，听安尼分享啊，我都想到讲可颂都不会係酥酥嘛，酥酥脆脆的啊，加上有個糍粑，可以軟軟的口感，這2種口感融合在一起，當然貼配呢。這個因為安尼同佢哋合作之後，獲得這樣子個正向的回饋之後，這個對一個像家人客家元素的面包啦，也講作品呀，是不是有在給你多一些不同的想象，有去想要研發這一類型的商品？有啊，我觉得客家蛮多的食材可以做发想的，它就很多以前小时候的那个小时候的味道，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融入到现在的甜点之中，因为毕竟甜点它是从法国这边进来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它的技术，然后结合台湾在地的文化，或是客家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变出更多不同风味的作品。那像我觉得那个客家麻糬，我就觉得效果大家回想都还不错，既吃得到法国的可颂的风味，然后也吃得到客家麻糬的口感。我觉得这是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这种很多文化一起结合的这种作品。尤其係講這個作品裡面，而家面包係有特別有好看，還注重造型的。嗰時候講可以
一定的想念。那你这样子是不是下一次可以再期待讲有更精彩，包括诺贝空空的请客家、底波也归客家这种的作品出现？有可能，我再努力试试看。好哦，真的不要真的到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客家烂散的面包。哎，你这个如果真的可以做成可颂，俺都披风。没问题。按你讲空了，其实你自家的。一路行过来的丰沛吼，一条路哦，开掉一条路是相当的不简单嘛。假使讲可能有后生人吼，可能状况跟你差不多，他也有一些困难等等。有冇个建议也讲一些想法可以分享给后辈人哦，跟你有相同的状况，或是他也想要冲业呗哦，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的？我觉得就是不要害怕困难，然后就是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因为像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当我在职场上受到阻碍，或是我上不去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度彷徨说，我真的只能做按摩吗？对，我好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那但是你走下去之后，才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难。你只是不断的去精进，不断的去适应它，其实很多困难都是自己想的。对，你只要去做了，然后持续坚持不放弃，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成果在哪里。真是从你那个个性强勇，一点的正向同乐观呢。是。今本有从的故事，还没本人过感动呢。虽然讲这个身体吼原本都讲无嘛好，有许多困难，但是佢还是坚持自家的热情吼同努力吼，将自家的面包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甚至于讲吃得到哦。今本再一次感谢係有从帶來按精彩、按感動的故事同按好吃的面包，多謝我，多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主持人。那希望大家有機會來岡山的時候，也可以來我們店裡面坐坐。好喲，來去高雄哦，請有從吃面包之前，強勇等等先生大家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